哦，要闪的。脸朝上。不要往前走，走过去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这边大家好。我刚认真学了，叫大家好，我是邓丽君。然后我让我的那个妹妹们也介绍一下自己哈。大家好，我是何青青。今天饰演的是林黛玉，很高兴来到台湾跟大家见面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谢江慧，饰演的是宝钗，也很高兴来到台湾跟大家见面，谢谢。真的非常高兴来到台湾和我的大观园一起。这是我们小百花今年开年的演的第一场戏。我的大观园也是我第一个原创大戏，然后也是我第一次来台湾，所以我们其实都是挺开心、挺激动的。然后看到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也那么的亲切、那么的热情，我们非常的高兴，也非常的感动。然后未来的话，也希望能够带着更多的作品来跟你们相见，好不好？希望你们喜欢我们的粤剧，喜欢我们的大观园。谢谢大家。好的，谢谢大家。等明天再跟。好的。我要收口了，保护嗓子。然后我们在这边有4场演出，今天是1场，然后明天还有1场，然后还有2场折子戏。反正很高兴能够在这里演那么多场，然后跟你们见那么多次面啦。然后这几天我刚尝了这个你们这儿的这些小吃，可还没有吃够，就是还没有吃完整。我这2天在这，我自己去买，不用你们给我送啊，不要给我送。来台湾没有胖5公斤，是我们从来不收。我买，让我买一下吧。不行，不然那么多人，我只给你1000咋行？怎么办？我们更多的剧场相见呢，妹妹。好的，下次。然后明天再见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明天再见，好不好？拜拜，我们慢慢一起，拜。我上这里。陈丽君这边，贾宝玉，他是贾宝玉啊，对，你讲，我刚才叫他戏名上面有点严。走不进去，他说走外面，谢谢。